来看嘉义县政府今年台语季的活动，是招大家落草来了解七仔正做白米的过程哦。嘛，教民众一寡相关的台语词甲俗言，那么做伙来了解。旧年时的七仔卡当做岛民的食水来创作，参加嘉义县台语季活动的大人甲囡仔，来到鹿草乡的产地，除了要认捌七仔的相关知识，嘛要为这当中来学习台语。会准备一寡台语的俗语，交美有关系台语的一寡历史语，要交民众扭紧这个距离，大家知影讲，咱米是安怎辛苦种出来，一粒米会当生出，咱种出来时一撮七仔会当生出偌济米。除了学习七仔的生长知识，课程嘛有安排食食的体验，互上课的民众用家己的手甲嘴来感受在地的食材。主办单位表示，透过台语浸水式的体验课程，互民众在学习台语的过程当中，感受功夫到厝要食到有的一人精神。我是台北人，然后其实本身不太会讲台语，但是阮爸爸妈妈都会讲台语，所以常常去互人笑。来这边的话，就加减听一个，加减学一个安尼。我感觉讲这台语课真赞啊，互大家学台语，佫会当有佚佗，佫有迄 DIY 实际落去食物件，体验着因这农民所做出来的迄个种出来的米。嘉义县政府文管局表示，这届台语季的活动用在地食食作主题，透过囡仔有行读甲工作坊的方式，计用70场的活动，要让台语季除了有语言推广，嘛会当来传承在地文化甲产业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